来过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埔，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半暝是伫个巷仔口冤家起口角，查甫的佫动手来拍查囡仔，两个人一个冤到半点外钟，冤家是真大声，甲真侪民众吵精神。这警方接到报案到场了解，这个男子竟然佫要来拍警察，当场去互压制，以现行犯来逮捕。 把铐走了，怎样了？吵成怎样了？吵架怎样了？这个啉酒醉的查甫人对警察大细声，因女朋友要甲动飞出来甲飞走。你有喝酒是不是？把铐走啊！啊，推我是不是啊？把铐走没有，他没有啊！推你哦。把铐走啊！气氛愈来愈紧张，这个女性当日因男朋友甲警察中午，因男朋友冷静验过拢无效。他骂我脏话！动手！我跟你讲，我要妨碍公务。这查甫人唔难骂警察，佫想要拍警察，想要甲女朋友颠倒怪警察。你一直激昂他的情绪，你不要一直激昂他的情绪。又打，然后又吵得很大声，男的要打警察，所以警察才要捉他。 透早3点外，这个正义伫巷仔内底冤家一个冤就是半点钟。有民众看到这个查甫人已经出手拍人啊，惊讲会出意外，遂报案请警察来斗3工。本来警方是要排解的，结果公亲变事主，直接将人抓登去派出所。民警到场处理的时候，就遭到这对情侣呢的一个挑衅，攻击以现行犯逮捕到案。 这个查甫人只有一个啉，就对因女朋友大细声，唔若严重搅扰到街头巷尾安宁，骂警察佮拍警察，就册了后要面对的是妨碍公务甲伤害罪官司。